圣餐是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搁一遍来印证咱甲上帝迄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是真要紧的一个礼式。所以常常教会拢会提醒、提早来报告互会友知，讲咱长老教会一年，咱长老教会一年依照伊的法规规定，一年至少爱有6摆，2个月一届。有的教会是逐礼拜拢领餐的，因为伊感觉讲领圣餐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体甲宝血来见证你甲主的关系。长老教会呢，伊有小可较无共款，就是差不多有牧师主任的教会是一年有6摆，所以今仔日咱应该是今年的第5摆啊，第5摆，搁来12月15，咱最后一摆。因为小等咱有圣餐的关系，今仔日牧师准备的这个信息呢，我要看时间若有够无够，咱可能若有可能是会当甲分做2个阶段，不过咱所要分享的就是咱伫进前8、9月做伙思考这个总主题，就是上帝国的经济学。今仔日是要讲第4部分安尼。咱通过这个话语，互咱做一遍清楚甲了解圣经对咱世间人上帝爱面对的，咱生活、咱的经济、咱的财务要安怎达得互上帝所祝福？咱的财富会当蒙福去，通见证主的恩。这圣经的教示是真明确、真清楚。同时，咱爱细致去了解伊话语的意思，毋是表面的意思，较深层的意思。小等下我会甲咱做3个学习，咱要分享进前，咱过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保守阮，享受阮对你天顶来的福气。主，阮诚侪你的囝儿受你恩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的祝福，你召阮诚侪你的囝儿，就是要互阮享受到上帝你创造的丰盛。所以，阮基督徒若会当清楚明白，阮就一世人伫阮家己的生命甲生活中间来见证主。愿你通过你的话，互阮得到学习甲勉励。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小等的经节来讲做复习啦吼。咱今仔日讲财务蒙福见证神恩，咱马上看到这个主题，毋知你的心内会马上浮出什么款的 image 讲到底牧师是要讲啥？牧师是要教我安怎趁钱，是毋是？牧师要甲我报一条明路，互我安尼好业安尼吼。我今仔日要开始分享这个主题，可能要做一点较明确的说明，因为我知影讲有会友咧误会啦，误会讲牧师你拢甲台顶拢讲教人安怎趁钱安尼。我牧师若要教人趁钱，我家己来趁就好啊吼。所以咱千千万万要注意着牧师用这个上帝国的经济学。内面的话题若无清楚，你毋若误会牧师，你家己嘛行毋对去。所以呢，咱小可做点复习啦吼。咱的第4摆咱的经节有线接。第一个，咱有讲起着借钱互耶和华，借钱互耶和华。兄弟姊妹，你若无钱，你要哪借互主？所以，咱就是爱先领受到主的丰盛的供应嘛，咱才有气力通借互耶和华。因为咱有讲迄个主题讲，我是因为关心送向人去帮衬尽济，所以我才会付出，毋是了去，我是寄伫上帝的银行。安尼毋是叫你要趁钱家己使徛，对毋对？是要互你有气力通帮衬送向人。好，第2个主题咱讲，你要有气力，你就要有管理的能力。你互一个囡仔10万块，你要叫伊创啥？你互一个囡仔10万块，伊有钱啊，但是对伊有意义无？你会害这个囡仔，出去无一定无半点钟，互抢了，无就互劫去啊！因为10万块对一个囡仔都无意义、无利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爱财务丰盛，你都爱先甲上帝讨迄个管理的能力。但是管理的能力，咱嘛毋免讲啊，亲像迄个管理学遐严重啦。管理的能力意思讲。第一，你袂使贪心；第二，你袂使黑白开；你袂使这个钱你袂晓管理，煞颠倒害着你。所以咱爱有受托的能力。上帝将恩典予你，
你会晓好好啊来甲伊保护，好好啊来甲伊维持，安尼你财务丰盛才有意思。第三，咱讲一个上直接的主题，就是咱的11的奉献。咱咧讲11奉献，毋是讲甲你批10%啦，是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要紧的命令。啊，这个内面有一个蒙福的数字，啊，一个奥秘。迄个奥秘就是讲，好亲像字面上、表面上，你是减1分去，但是对你上帝来讲，上帝要予你的是迄个1分的加济，因为你甘愿付出，上帝你就对别位讲，圣经讲对天堂饼落予你。第二，因为你为晓管理迄1%甲9%，所以你用的无一定比10%较少。咱拢知影讲，我身躯100块，伫即个人的身上，人伊用啊足好用，用啊阁有剩。即个人100块啊，无用2项就开了啊，因为伊袂晓管理，啊伊袂晓有迄款的准则。啊，所以10%毋是教会欠在讨钱啦，10%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好亲像迄个开关拍开，好像迄个电源插落去，上帝予你的恩典是对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毋是今仔日才咧讲。啊，这是伫咱的顶路教会，咱无强制啊。有的教会是讲，你要加入阮的教会，啊，你都要签约，讲我要10%。咱顶路教会是继续安尼讲。较自由是甲即个祝福的即个道理，互你知。你家己爱先学习讲要怎管理。你若要无迄个开力，你现嘛是安尼心袂平安嘛，你无开力嘛。所以咱就迄个处事的，因为你会晓管理，你有受托的能力，所以你互上帝，上帝就加较侪互你管理嘛。这是像咱迄个受托的仆人的意思嘛。迄个经节咱所读的，但今仔日。咱可能袂当完全讲了吼，就是讲咱爱学习呢，伫即个对送向到富足的灵，送向到富足的灵。这是咱今仔日所要学习的，就是你财务蒙福，你是为着要见证上帝，毋是要显头讲我是台湾首富吼，我是台湾安尼行出行入，大家赢请，毋是。所以财务丰盛第一个。咱有4个大方向要讲，兼且时间无够，可能咱先讲一半吼，分享一半。这个主题是咱甲头前迄3个主题，搁做一个综合啦吼。我会记得这个中秋节进前，我有甲2-3个同工去到高雄参加咱的这个文都大学吼。咱进前已经有文都学校顶级下级啊，咱过来就操练文都大学的一个课程，拢总有12课，有几甲同工做伙甲牧师单独做伙去学习啦吼。学习中间其中的一课就是这课，就是叫做财务蒙福。所以若假使咱搁定明年初开课的时阵，我希望第一期有参加文都学校的顶级甲下级的，咱过来上这个课，就是第2年的课程叫做文都大学。内面中一课，我感觉这个课呢，伊甲牧师拄则头前讲的迄3部分，拢做一个真好的综合，佫用圣经再来做印证。你意思是讲毋是要讲新的道理，是要提醒会友讲，咱教会伫圣经、伫信仰对你财务方面的价值是甚物？互你知影，互你清楚，知影咱教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理念甲对圣经的理解，这也诚做咱教会一个要互会友大家领受祝福的一个源头。所以财务丰盛是上帝的命定，但是咱就是要讲，到底拄则我开头讲财务丰盛到底是甚么意思？财务丰盛到底是甚么意思？真侪人无听牧师的前，也无听牧师的后，一个听起来大概有这种的想法啦。第一个想法就是讲。牧师，你要甲讲这是毋是亲像咱过正时足侪人拢走去迄土地公庙也是去迄庙里咧抢头香讲互我今年安尼趁钱好业，是互我去买到迄个六合彩，是买到什么彩得到头奖，拢会先想去遮就对啦。
讲到债务，咱讲咱台湾一句话讲得真坦白，讲到钱就咽气，讲到钱就咽气。真侪人吼，一生上容易困扰就是钱的问题咧，对毋对？你有欠着钱的时阵无？大家拢有啦。你只是讲足好嘅人，有一日去行迄街路，看到边仔一个迄个小吃啊，讲我这足久毋捌食着，囡仔捌食过，真拢毋捌食，想要甲买讲，哇，身躯无炸钱，伊这是大头家，平时无咧炸钱，拢下骹手咧甲付的咧，伊嘛有欠钱的时阵，敢毋是？所以呢，咱真侪人会吼台湾的即款传统的观念看到讲，若讲到钱的代志，好亲像这足俗气，讲到这个性安尼无下不上不了台面的就对啦吼。第二种是讲亲像咧求保庇安尼，咱基督教安尼求保庇，安尼就变成功神学啊！这牧师吼，读册读去倒去安尼吼，愈来愈倒退安尼吼，哇，真侪的误解，真侪的指责就来啊！但是牧师今仔日要用这2则经节来回答吼，以后请唔通阁误会牧师，安尼好无？吼，第一，债务丰盛的定义，第一个，保罗伫哥林多后书8章第8节到第9节，伊安尼讲。伊讲，安尼讲，毋是咧命令，是爱恁知别人热心伫帮助人，是考验讲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的。保罗用即句话甲人教是讲，你都爱去帮助别人，你爱去真济别人，是要考验你的疼心，上帝所予你的疼心是毋是真的？伊才引用即句真出名的经节，真出名的经节，伊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真侪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真侪富足。请问，耶稣本来是富足，你会解误会讲耶稣是安尼，迄个钱啊，落地啊钱算用袂了，算袂了，是毋是？耶稣从来无安尼啊！耶稣本来伊就是一个安尼伫。旷野咧传福音，伊是无看头壳的所在啊，所以咱先来讲伊富足。所以请会记哩，伫咱信仰上的富足，千万唔通等于金钱啦，安尼就对啊。你的富足是等于你的灵命、你的幸福感、你的健康、你的所有的一切，拢领受到上帝创造迄个原本的水，迄个叫做富足。所以袂使听到迄2字就讲牧师在讲钱的代志。因为耶稣基督用安尼来做，又是咱也甘愿欢喜照耶稣的教示来做。意思是，我虽然真富足，但是我愿意为着别人来诚做善车，你有法度无？所以真侪去到伫偏乡的帮助人的，做慈善工作的，你无想讲伊是一个好野人、有钱人。但是伊都穿啊足朴素，衫也无讲偌水，但是伊家己感觉真富足，但是伊都为着帮助别人，心内非常的快乐，迄才是真真正正的快乐，真真正正的富足。因为伊愿意为着别人诚做善车，意思是所有的物毋是伫我身上，我拢甲拥有，拢甲白条的。所以诚做善车，也毋是讲吼完全拢无啦，是因为你的心无有迄款的欠缺。所以，请会记得，这个富足、财务丰盛，就是亲像这则经节甲咱讲的。你因为有疼人的心，所以你丰盛，你会学习耶稣基督。因为为着别人，愿意诚做善车，你这款的心态，才是丰盛的上悬的标准。第二位，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啦。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到19节，吼，这句话讲。对遐个金世好业的人，金世好业，这2字加一个金世，对毋对？所以头一句好业，就是咧讲真正遐个有钱人啦，有钱人哦，钱毋知放到要放倒去放无路遐个人啊。亲像迄个财主吼，讲我今暝我要过来起一间大间的仓库来放我的物件，因为我无为人我放啊，迄款的，保罗是咧讲这，这毋是咱教会咧讲的。伊讲今世好业的人，你着吩咐因唔通骄傲，唔通将因的愿望放伫袂瓦可得的财物，
你有清楚无？保罗是咧指责遐个，敢若空有钱尔。咱会记哩，几啊年前有一个咱台湾的牧师，叫做王阳明牧师。迄阵咱台湾的经济比现在加较好啦，大家讲台湾钱淹骹目，讲一年食一条高速公路，你爱记的话。迄个时阵，这个王阳牧师就写一本册，伊讲我穷到剩下钱，捌听过我散甲剩钱尔定。安即句话什么意思？即句话就讲，请毋通用钱、用银行的数字来代表你好业。即句话若基督徒用安尼讲，我相信伊免来礼拜搁较好，因为伊根本都读圣经读无够，听牧师道理听遮侪当，听搁咧讲我干若有钱就好。富足的意思伫即个所在真清楚，甲咱讲，伊讲安那呢？毋通瓦靠遮个卖瓦靠伫个财物，伊讲安那？遮下面才是重要。伊讲，着瓦靠将万米，万米甲钱有啥无共？万米是所有一切啊，丰丰富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所以对着金钱到万米丰富，你看差偌济，天差较地，对毋对？过来，保罗讲叫咱做好业，是甚物款好业？你是一个好业人，请你记你这段话：着凡福音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所以保罗这句话旧的圣经是讲：你爱伫好事来好业。你爱伫做做帮助人施舍、甲人分享来好业，所以这个好业甲17节所讲的好业是无共款的，是无共款的。你看哪？你着吩咐因做这事，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业人。安尼做是为着家己将来去做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好，这是嘛算讲是牧师的一个开宗明义要互咱知影请会记哩牧师所讲的财务丰盛，牧师所讲的这你有丰盛的财务，毋是干那一项，是真真正正你有能力来管理主所托付你的。你管理一间大间公司，嘛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的头家毋知要互你管，对毋对？你管理一间工厂，你管理一间学校，你管理一间银行，是毋是你有这个能力？迄钱无一定是你的啊，但是人头家知影讲你有这个能力，上帝互咱的托付嘛是同意思，因为咱嘛进前拢有讲过，讲伫我所拥有一切拢毋是我的，我是受托来管理的，我是受上帝的托付来管理。那安尼咱来进行下面的分享，咱就袂过误会啊！请你用快乐的心，用感恩的心讲：是啦，主啊，我要爱得到。好头一个阶段是拄则讲的，讲财务丰盛是上帝原来要互人的，毋通误会。讲上帝叫你就送香，就善车，因为圣经无这个话咧讲，叫你就善车。善车是你的心灵，善车是为着要帮助人，我来善车。但是上帝要互你丰盛，是带有目的的，带有责任的，带有任务的。所以第一项，一切财物是上帝所赏赐。这圣经明明甲咱讲，历代志上卷29章11节到12节，咱之前有捌引用过，就是这个大卫所讲的祈祷伊讲耶和华尊大能力。荣光得胜，威严拢是你的，牺牲俄罗斯。然后佫讲，凡那伫天顶地下的，拢是你的。天顶甲地下遮个所有包括我身躯的一切，拢是主的。耶和华国也是你的，你是至权，做万有的头。佫来这句话好业尊贵是对你来，所以基督徒讲好业有啥物毋对？好业是对上帝来啊，上帝互你啊，因为好业尊贵是对上帝来啊。俄罗上帝讲，你掌管万物，伫你的手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尊大，互正人大气力，拢出伫你的手。所以请会记你一句话简单就对啦
讲基督徒讲好业，讲丰盛，拢是一个全面性的拥有，毋是干那钱，这咱就理解会到。过来，这个源头既然是上帝，而且第二项是上帝定义啦。上帝伊家己的意思，毋是咱甲注套哦，是上帝定义要互咱丰盛，伊定义要互你丰盛，是拄仔咱有读到《申命记》30章，咱读至9节到第10节，伊讲：你若听叹耶和华你上帝的话，接受这律法所记的诫命律例，佮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互你的手所做一切事，甲你身躯所生的、精细所出的、土地所出的，充足有春。听你即位，这是上帝要互你的啊，毋是牧师甲你报啊，是上帝家己讲的。上帝讲，你若是遵守我的诫命，是有前提的啦，无毋对，是你都爱照主的律例来行，照主的原则。照主祝福的原则来用，你就会领受到这个，而且讲了真详细哦。你身躯所生、精细所出的、土地所出的，拢充足佮有春，所以是一个全面性的。像你这位是安那？咱当这个拄着风台来，拄着饥荒，还是讲拄着咱台湾，咱讲歹年冬，咱嘛是祈祷上帝啊，求你互这五谷丰盛，求你互。这个物产丰富，咱甲主讨这，讲你是一个矫情，安尼敢对？有个人因为无收入，一年无钱人交一寡伊要应该交的遐租金，也是遐厝税呢？所以上帝互风调雨顺，互正人拢领受到，这是上帝的定义啦，毋是人的贪心啦。因为上帝要丰富予人，是因为你有遵守主的诫命，所以讲，因为耶和华要搁欢喜你、祝福你，亲像前欢喜你的列祖一样。耶和华是欢喜哦，搁要祝福予你，因为你有照主的规矩，有照主的教示。所以这就跟咱一般有人走去庙里咧，甲伊的神明讲条件，讲你若互我安怎，我就要互你安怎。这是差较足济，差着天差咧地啊，对毋对？咱知影讲社会有一寡人，伊敢若为着要贪钱所以什么发财金啦，什么借你什么钱啦，就爱钱某啦，啥货有无？迄就是讲你互我有钱你这个神拢好诶啦，安尼就是咱甲上帝变到遮去实在是对上帝极大诶侮辱。感谢主，咱知影基督徒真清楚理解。上帝要互你丰盛，是因为你要见证主的恩典，要见证主的恩典。过来，第三，一切的需要拢充足，叫做丰盛。即会记得一切的需用哦。所以，若是你是一个丰盛的人，你无一定是郭台铭啦，你嘛无一定是伫社会遐排名这个世界逐摆人排名头前500名的什么好野人钱偌济，安尼益来益去的，毋是。伊是讲一个人有丰盛，是因我无欠，叫做丰盛。所以兄弟姊妹，请你毋通看轻伫庄骹徛破乌多摆穿草鞋，即嘛无咧穿草鞋，即嘛穿遐讲穿裤鞋，规个身躯汗垃圾安尼。人伊早暗出门入门快快乐乐，倒咧床困足好困，迄个房间嘛无冷气食物件嘛无啥物反外高雅的物件，但是伊是丰盛的人，因伊无欠。伊出去头前有啥物菜就食啥物菜，有啥物通好摘就来买来慢来食。所以请会记得丰盛即句话的定义丰盛就是你无欠，所以一个人若心无贪，我就是一个丰富的人嘛，是一个好野人嘛。安尼，佫无清楚吗？好野人意思所以腓立比书4章19节讲，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这真明白真清楚。咱所读的经节，咱讲，咱的圣经的话读入去，
爱补了会油，搁会消化，安尼才有意思。啊，若无呢，你误解圣经的话，啊，你搁见怪上帝，啊，见怪什么人，安尼就毋对。因为圣经的话语，毋是咱家己黑白改、黑白编的，是上帝亲自的祝福。搁来另外一句，咱真实的圣经节，诗篇23篇第1节讲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什么，我无欠亏嘛。啊，所以你若无欠亏，你就是一个好野人，安尼敢毋对？一个上帝祝福的人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你若是规日欢头喜面，啊，你起床就感觉讲，哦，今仔日足快乐的，甲你恭喜，你是一个好野人。过来，今日咱要讲第2段就好，时间无够。咱只要讲财务丰盛是上帝的定义，但是呢，什么款人伊的财务未受到祝福？这咱足侪人犯着。你问是讲，牧师咧讲啥哦？迄包括我家己哦，因为咱有真侪人财务无蒙福。第一是甚物呢？圣经内底有甲咱讲真清楚，财务无丰盛就是你不务正业，不务正业。咱一句国语讲游手好闲啦，你都无要骨力，无要拍拼，你做迄个甲你本身的专业都无共款的物件，你做甲安尼欢喜甲加摕钱去咧填海嘛？你这个都毋是你的专业，你要做这讲不务正业的意思，毋是讲有时这两句话有点无共款哦。不务正业有时是你认真毋对去，你投资毋对去，你做即款你无内行的工课，有时佮请别人替你做，哇，这啥惨啊！我听讲真侪开餐厅的人到尾开了袂好势啊，毋是无认真，因为伊互迄个投资师傅甲绑死的，因为投资师傅要甲你刁，你就拜托伊。所以真侪做餐饮业成功的，拢是伊家己做师傅出身。然后我毋免互你绑着，我家己会晓煮，我煮咧到地好食拢伫我的手，所以莫怪人客遐尼多嘛。你若我派一个请一个有名的厨师，我几万请你，明仔载看你生意好人别人佫甲你加读几啊万，你要哪佫留伊会调咧？所以不务正业，佫游手好闲，这两项是无互上帝所祝福。你若讲我财务要好，你做这款工课，上帝讲你都行毋对去啊。箴言6章9节到11节讲得真清楚，讲贫惰人啊，你要困到偌久，什么阵才要醒？意思讲人贫惰。咱死就对啦。讲佫困一久啊，佫眠一时啊，佫体一个啊。讲善车就亲像贼来，欠亏亲像强盗来。意思讲贫惰，无做工课，佫来食，贫惰讨难。咱是大人教囡仔比牧师较好教。即句话是圣经讲的。你若不务正业，你游手好闲，你的财务绝对袂受上帝所祝福啦。过来，以弗所书4章28节讲，捌做贼的毋通偷摕，就靠双手出力做工，得到正当的收入。有力通帮助善家人。即句话嘛是真简单的道理，意思讲迄款勤考钱毋通贪啦，毋通去为着要趁遐勤考钱啦。你安怎来就安怎留去啦，你就爱骨力实做啦，好好做。讲出力双手所做工，得到正当的收入，这款的钱才是实的。所以钱咱毋通伫眼上看到讲钱济少，真正是讲你会晓安怎用，你钱是伫倒位来，你才会珍惜。所以咱台湾足流行一句话，讲叫做好业未过3代，对无？咱想讲奇怪啊，这个士大人爱都遐拍拼趁钱趁啊，是安那第3代拢开了？你看伊问题出伫倒？伊头脑无聪明晓？伊敢无因爸母迄款的基因吗？拢有。是呢，第3代伊无伫艰苦中去担着迄个出力做工，得到正常的收入。
迄款的拍拼，迄款的认真，迄款的流汗。伊想讲，我要讲偌济啊，老爸老母都摕互我，我想讲钱是安尼赚的啦，要得到钱遐简单，哪使就赚。所以你知影意思吼？你若有钱吼，互你的囝，迄是害伊，你敢毋知影？你来教伊讲，我有遮个钱，恁老爸安怎赚的？了偌济精神，了偌济气力，你若会通安尼做，我钱交互你，我才敢交互你。啊，若无一块一笪弹落吼，真正是害着伊。中国真济的帝王，中国真济的朝代，拢是安尼办的啦。因为因伫王宫的内底，迄个心灵拢歪出去啊！伊看到老爸吼要画啥就有，要杀人就杀人，要摕偌济就偌济。遐下骹手太监啦，遐陪伴伊的老师，包括遐去教伊的册的老师，袂使误入到即个太子的生气啊！迄无好势吼，连我这老师都无性命啦。请问即个老师敢讲咸的道理好听无？拢嘛甲铺请。讲太子你有够巧。你有够牛，后摆吼，你的帝国会搁较大。讲到遐个听到遐尼多后摆吼，一个国家互败了去啊。所以，咱若听见讲好嘢不给杀来，咱毋通甲想讲是咧咒诅，是咧甲咱千叮咛万交代，交代讲咱人，你都爱家己去领受到迄个艰苦流汗出力所得到的。所以有的青年有去打工。当然，咱有两种看法，就是讲你都认真读册就好啊。但是有人是因为去打工，才知影讲，哎哟，钱遐歹赚哦，我册较好啊读，是看你安怎教啦吼。无，我互你去读册，你甲我走去趁1点钟100几箍吼，无采我咧互你读册。迄是一种观念，一种教育，一种学习，看你的囡仔安怎得到迄个道理。过来。讲因为私欲啦，安尼就来啊！我都无咧讲财富丰盛吼，绝对毋是亲像你想的安尼啦。圣经内咱讲的是讲，你若是贪心吼，钱多都无意思。所以毋通因为私欲来追求财富，这个就是上帝无祝福的。箴言23章40到50讲，毋通拖磨求好业，就有智慧家己约束。敢若求好计是讲，我著家己贪心要追求嘛。伊讲你目一个年，钱财就无去。意思讲你若是敢若趁遐个虚华的钱财哦，伊讲你目一个年钱就无去啊。伊讲钱会发失啊，咱台湾话哦，甲即个箴言讲了要相像。伊讲咱人2骹钱偌济啊？钱4骹这甲圣经拢共款嘛。咱祖先的智慧拢讲得真清楚。目前的你，伊会发失，亲像鹰鸟飞去，所以要约钱是足困难的。是你来上帝家己予你，像鱼仔甲受入你的梦。上帝讲对天堂变予你，是你要约迄个会飞的，迄个4骹的走袂赴的。过来。第3项是用不当的手段，用不当的手段得到财物嘛是无蒙福的。不当就是讲你用迄个办法都毋对，违反上帝的教示嘛。耶利米书17章11节这段话真有意思伊讲人无照正道得到钱，亲像价高，价高咱捌听过价咱有种鸟啊叫做价高啦父毋是伊生的卵啦，讲即个价高无父伊家己亲生的卵。讲到中年，迄个钱拢要离开伊，伊的结局真做牛戆，真趣味讲咱若是无照正道来拥有遮个钱，遐个钱家己袂调收就对啦，袂调收。你像价高父毋是生的卵，什么意思？你加戆的加卡，你扶人扶别人的囝，你替人咧算钱，你替人咧落落，你替人咧无用，讲到最后是牛戆，真做牛戆结局。所以咱知影讲有时讲到钱的代志，通常拢爸母家己教，爸母家己教，因为种钱足
安怎讲足敏感咧吼。但是我感觉讲咱教会，咱才会长辈时代，你若是一个领受着圣经真理的，你看到咱教会较青年辈，也是中年在咧拍拼事业的时阵，你毋免讲亲像爸母安严严格格，但是你也甲点一个，讲，吼，你即款拍拼法吼，会像即个圣经在安尼哦，爱会晓找到一个正路，上帝的祝福才会坐。啊，无你看到讲，哇，有时伊开好车，生活足优厚，你想讲，即个人少年的袂歹哦。但是要知影讲，伊若确实毋是行伫正路，咱爱好甲挽回，互伊知影讲吼，毋通安尼到时真正像到中年，就结局就变做牛王啊。搁一项叫做随意的浪费。上帝互你丰盛无毋对，哎呀，你也无咧珍惜啦吼，无咧珍惜。凊彩开，凊彩乌白花开会，安尼开了，安尼嘛毋好。这经济牧师就无够重复啊，这是咧讲到迄个放荡主的故事，用放荡主的故事来了解随意的浪费是好顶。咱讲好野无过三代，这个放荡主吼是其中一个典型就对啦吼。这个故事咱讲咧，讲伊甲老爸讨遐个财产，讲我用得来互我，老爸嘛真好意，就互伊就对啦吼。伊圣经安怎记？伊讲过无几日，这个细汉囝就将得到的财产拢换做现金啦，然后出去外远真远的所在伫哪？伫遐放荡钱乌白开，再安那？讲伊所有的拢开了，拄啊好迄阵个大饥荒。伊才知影欠亏的艰苦，伊是讲原来伊无感觉欠亏是啥物意思哦，人讲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逐项拢有啊，老爸的家逐项拢丰盛啊，萨牧师咧计划讲吼，即马这个放荡主的故事吼，若煞接即个有关上帝国的即个经济学来讲，应该咱的感受会较明白、较清楚吼。即个放荡主，因为伊是家己浪费、乌白开，毋是伊无，伊是伊袂晓管理嘛，伊拍算去嘛，所以才知影伊的艰苦啊。雅各书4章第3节安尼讲，恁祈求毋久得袂着。哇，即句经节吼，对伫咱咧做祈祷的人，咧甲上帝求讨的人是真清楚明白的指导哦。伊讲恁祈求。毋过得袂着，因为你的动机毋好。请问兄弟姊妹，咱无一个人讲无咧甲上帝求讨的，讲上帝互我事业丰盛嘛、顺遂嘛，我读册会成功嘛，我做代志会顺遂嘛，咱出入平安嘛，逐项拢嘛咧求咧。但是请会记你即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讲毋通出伫歹的动机啦。讲干那求，干那是满足家己的快乐。安尼即款的动机就毋对，所以咱咧甲主祈祷的时阵，咱毋是单独要甲主讨什物，是咱甲主讲主啊，照你的丰盛，照着你对囝儿的即个命定，求你互我有气力通承接你的福气。这比你具体甲主讨搁较要紧，因为上帝是要互你守嘛。上帝是要互你管理嘛？你甲主讲，上帝互我有即个能力通承接主你的产业。那安尼，你因为即款的心态，你嘛袂阁感觉到欠亏是啥物意思？因为你家己已经活伫迄个丰盛的中间啊嘛。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循环互相影响着的讲述安尼吼。搁来一项嘛无受祝福。过头为着明仔载来烦恼，这搁较是耶稣所讲的道理，咱真清楚吼。毋通过头为着明仔载来忧虑就对啦。马太福音6章60讲，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你减无比因较贵重吗？常常有的人嘛是误会即则经节啦。就安尼，我来做飞鸟，我拢毋免拍拼我就来飞来飞去，有鸡食四方，毋是即个意思。
伊是讲你过头忧虑，人耶稣后壁佫讲一句话：一日的安怎？一日的对吧？一日教业，因为你有对主有信心嘛。我尽着我的本分甲气力，先甲今日做好。啊，拢知影讲，今仔日就是明仔载延长嘛。我今日若做会好，明仔载敢会安怎？明仔载无可能会歹嘛，因为你家己已经有准备啊嘛。啊，所以上帝家你的，互你的听书，你会理解、会接受、会相信、有确信，啊，上帝的祝福就来。最后一个经节吼，再一个经节，伊讲箴言19节20讲，上主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内面无掺忧苦。像即话，也要讲到遮就好。我感觉即句话吼，互咱真大的感恩啦吼。我都有讲为人求钱财哦，但钱财所害着伊呢。我会记咱进前的讲道中，敢毋有讲着讲，足侪人得到迄六合彩对无？得到遐个奖券啦吼，得到遐个迄个什么迄个乐透彩啦，哇，得到到地，后来吼伊个规生活乱糟糟呢，迄毋是祝福，迄是害伊啊。但是上主要赐福气，即个福气是好的福气，讲互人富足，佫无忧虑，佫无忧虑。像你即话，这才是咱真正要得到的。所以用即个佫一遍将牧师所领受的，甲咱三个学习。咱财务丰盛是为着要见证上帝，为是要领受上帝的祝福，是为着要帮助别人。互咱有气力，有迄个能力，通互人也甲我同款得到富足甲丰盛。即个才是上帝国的道理嘛。咱若搁注意听耶稣基督讲到上帝国道理，大部分拢讲到正做，对毋对？讲亲像挂菜子，亲像挂菜子，挂菜子安怎？伊是会大长，亲像当树呢，鸟才会来摇呢。讲天国搁亲像人咧野种子，野种子。讲野伫路边，野伫石架地，野伫刺皮，到尾讲野伫倒，野伫好的土。伫好土顶面安怎？讲会开背，是会大甲你超过你所求所想咧。所以若是咱甲即个道理想通，咱就袂去误会。讲咱教会咧讲到迄个财务丰盛的道理是一种偏差，一种毋对。愿主，互你得到即款丰盛的福气，而且你会避免着财务无受祝福即款的事。咱下面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要吟诗做伙领受圣餐。咱请小会员备办心，咱要做伙来服侍哈。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对圣经看见到一个上要紧，甲阮人的生活、阮的生命、逐日所经历的非常密切关系，就是阮身躯顶的财物。阮的丰盛，阮的财务，主啊，阮以后要照圣经的道理甲教示，因为阮知上帝你定义要互阮得到丰盛，上帝你要互阮照你的教示行的时，你的祝福就要来。你互阮的丰盛，毋是表面上财大气粗，你互阮的丰盛是要互阮有责任，互阮有气力，互阮有智慧，互阮有疼心来关怀别人，来造福这个世界，互遐个艰苦的人，因为阮的疼来得到帮助。主啊，这款的丰盛是你所爱，是爱阮安尼做。愿主的平安祝福甲阮同在。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